大家好啊！又到咗咪咪 cooking 嘅時間啦。今日咧就教大家做一個非常之簡單，完全係冇技巧可言嘅杏仁脆餅朱古力啊！首先咧就將杏仁片整碎佢啦，之後咧就可以放入已經預熱咗150度嘅焗爐咧，將佢焗6分鐘。咁大家咧亦都可以選擇其他嘅果仁啦。咁如果咧你冇焗爐嘅話咧，呢個步驟咧就可以唔使理啦。然後咧就可以將牛奶朱古力咧用熱水助溶。跟住咧就可以將杏仁片同埋餅碎咧加入埋朱古力漿嗰度撈勻佢啦。最後咧就可以將啲朱古力嘅餡料咧放入個模入邊咧，咁放喺室溫咧就等佢凝固咧，咁就完成噶啦。咁呢個份量咧大約可以做到14粒嘅朱古力嘅，咁當然啦要視乎大家用嘅模具咧都會有影響噶。就已經完成咗我手頭上呢一個包裝得非常之精美嘅杏仁脆餅朱古力啦。咁啊，依家梗係事不宜遲，等我去試食一下先。咁咧呢一款嘅朱古力咧，最適合嘅咧就係有啲人咧會每逢情人節咧都會做好多嘅朱古力，然之後咧就會去周圍派嘅。咁因為咧呢一個嘅材料啦，同埋個製作過程咧都非常之簡單咧，而且咧都可以大量咁樣做到嘅。咁不過咧有一個地方要注意嘅就係，因為咧你送俾個對象咧係唔同嘅人啦，因為即係可能有男有女，有老人家有小朋友咁樣啦，老中青咁樣啦。咁所以咧用嘅朱古力方面咧都建議大家咧就唔好用啲苦嘅朱古力，用啲比較甜嘅朱古力咧就會好啲嘅，因為你唔知道對方係中唔中意食苦嘅朱古力啦。首先係啦，咁甜嘅朱古力咧就會比較安全啲嘅。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入邊嘅餅乾啦，又或者係杏仁片咧，其實咧大家都可以去改嘅，即係譬如可能係你唔中意用馬利餅嘅，其實可以用消化餅去取代啦。又或者如果你係冇杏仁片嘅，其實咧都可以用啲 nuts 去代替，可能係核桃啊、杏仁啊、等等啦。咁當然啦，一定要係整碎佢啦。不論你用咩 nuts 都好啦，其實咧建議大家咧去焗一焗佢咧，就會個比較脆口啲啦、香口啲啦。咁其實咧冇唔焗咧都係可以嘅。係啦，今集嘅分享咧就係咁多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